继续看云林县，是台湾最后一个启动着路边停车收费的县市。讲这个电子收费系统一个试办，问题一大堆，像讲这个路边纳钱的机台，也有手机啊 App 拢故障。过是白车停车10点钟20，民众用手机 App 入去发现防收30，伊伫咧社群铺文强调，先怎爱加开这10块。民众停车所在就伫咧云林虎尾中山路，收费系统敢有问题？记者实地来到现场试。甲车辆停伫咧停车格差不多30分钟，搁去纳费机纳费，结果因无显示找找车号各样，拍开手机 App 拍车号，嘛出现系统各样的信息。目前该笔资料，查无代缴资讯。云林是全台湾上尾一个启动路边停车收费县市。去年4月开始伫咧斗落实施，今年5月虎尾嘛开始伫咧试办。不过不多税纳钱，嘛唔知影爱纳偌济，互民众真无奈。信用卡自动扣款多久以后才会显示在你的？通常都1个礼拜。公所解说，路边停车每点钟收20，超过每半点钟收10块。若不多税纳费问题，公所会赶紧叫厂商来解决。公所是有持续在跟厂商做一个对接的动作，希望可以尽快的完成这个动作。停车电子收费推出，除了环保，民众纳费嘛真方便。不过系统设备问题无解决，颠倒互民众更加困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